呢題多人錯嘅，主要講啲乜？佢有幾個判斷方法嘅。第一個判斷方法與下文最相關，或者與個主題最相關。你讀咗成篇文章，知道佢個主題好似關佢事嘅嘢，咁先有機會嘅。如果我朝頭早起身嘅時候打咗個乞嗤，跟住咧去咗屙咗個薯鼠，跟住食飯，然之後出嚟嘅時候見到隻狗喺路邊，跟住第二段就講我點樣救隻狗啦。咁頭先講嗰幾個行為邊個最重要啊？打個乞嗤、屙個薯鼠、食個早餐，定係見到隻狗啊？因為見到隻狗下面就關隻狗事啊嘛，所以我哋就會咁樣去判斷到底邊一個係最重要嘅嘢。方法二，能概括大部分內容。加埋佢，如果同下文仲要相關嘅話咧，你基本上揀佢咧就冇死錯人啦。試下做咯。第二次是台北的空生，佢咧有一個著名雕刻展而舉辦嘅記者招待會，期間就係出入搬嘢嘅，只顧着告訴大家正喺度佈置場地，好多人連佢係豬領佢都唔知，佢着住工作服。到底邊一個條件係符合晒下面嘅呢？最緊要就係我碰上佢啦，關唔關事？下面係咪即係碰上之後大家發展一條超越友誼嘅感情，大家拍拖咁樣啊？唔關事啊嘛，與下文唔相關啦。關唔關話咩有冇旁人而改變嗰樣嘢事？冇，為人低調，平日都係着樸素嘅衣着。我想問你，佢有邊一隻字話俾你知平日都係咁着先？根本就係錯嘅嘢。所以邊個概括到大部分嘅內容啊？佢忙於佈置場地，衣着樸素同埋毫不起眼。所以答案我哋咪知道係 T for dog 咯。